珠海華發嘅第4代住宅，總價160萬就可以擁有呢套88平方嘅3房啦。88平方比別人120平方都要大。你睇6米嘅客廳開間，然之後連接我哋出邊8米嘅陽台。第4代住宅從呢一頭到呢度，全部都係你屋企嘅陽台，可以無人機配送外賣嘅。超智能化嘅社區，好，層高3米，實用率哇咁高。中間咧係書房嘅位置，旁邊咧就係 U 字形嘅廚房，裏邊嘅電器西門子4件套嚟嘅，送俾業主。入門口獨門獨戶，呢度有6個平方米嘅私家空間，不計入房產證嘅。呢個係好一排到頂嘅鞋櫃，仲有儲物櫃。旁邊咧公共衛生間，再過嚟就係客房嘅位置啦。景觀窗，小區自帶有4000平方嘅業主會所，健身房、游泳池、會客室都係應有盡有。5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香洲主城區，家門口有輕軌站，30分鐘就可以接駁到廣州南站，去到香港只需要40分鐘，深圳亦都係40分鐘。